聽台灣看世界，來看美國針對着伊朗所有的港口實施封鎖的第一天，是派出着15隻戰艦到中東支援封鎖的行動。同一個時間，美國的總統川普講，伊朗有想要達成着協議，佮講中國嘛希望伊朗的戰事趕緊結束。I can tell you that we've been called by the other side. They'd like to make a deal very badly, very badly. 美國封鎖伊朗港口的頭一天，美國總統川普就講，伊朗有敲電話來講要達成協議。川普過去講到中共。But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He would like to see this ended also. If they don't agree, there's no deal. There'll never be a deal. Iran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強調講，只要伊朗無承諾要放棄發展核武，都未達成協議。嘛講美伊談判拄到的障礙，就是核武的相關議題。《紐約時報》引用兩名伊朗的官員甲一個美國官員的消息指出，伊朗佇談判中提出暫停發展濃縮鈾達5噸，不過呢，川普政府家己專堅持愛20噸。另外，有關荷姆茲海峽，美國封鎖伊朗港口的頭一天，華爾街日報報講，包括林肯號的航空母艦在內，超過15台戰艦佇中東支援封鎖行動。川普鋪文章表示講，雖然伊朗的海軍已經被徹底摧毀，不過美軍無拍掉伊朗的快速攻擊艦，用英文大寫字體強調講，若是這個艦艇瓦解封鎖行動，美國的海軍隊須消滅這個艦艇。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در آبهای خلیج فارس و دریای عمان تهدید شود، هیچ بندری در خلیج فارس و دریای عمان در امان نخواهد بود. 那德黑蘭當局繼續佇搶德黑蘭的民眾嘛，反美國。同時，這擺談判的日期敢若有暗。美國大西洋月刊的記者阿奇茲佇14寫講，引用德黑蘭的消息，講美伊後一擺談判將會佇16日，佮講美國副總統范斯無啥可能會參加談判，引起猜測。We did make some progress in the negotiation. The big question from here on out is whether the Iranians will have enough flexibility, whether the Iranians will accept the critical things that we need to see in order for things to get done. 美國甲伊朗繼續佇遐敲尾平，不過部分的國家已經無耐心啊。《華爾街日報》報講，沙特阿拉伯正對美國施壓，唔通封鎖荷姆茲海峽，而是要回到談判桌繼續協商。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